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祖嘉伊来压料，讲高雄市长韩国瑜甲新增一个王小姐已经做伙10多年，两个人阁生一个囡仔，阁互对方10多万的生活费。针对吴祖嘉的压料，韩国瑜反击讲，拢是不实的指控，根本就是毁掉伊的人格甲家庭，已经委请律师去甲告。 韩国瑜讲，21月初1要伫台北凯道举办造势大会进前，压出这款的谣言，这个政治的企图真明显。吴祖嘉嘛向韩国瑜来发话，讲伊消息的来源真有可信度，伊就等韩国瑜去甲告。 韩国瑜市长要告的，就是讲伊有分外前告一个私生女的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祖嘉。针对吴子嘉董事长所提的任何指控，那么检察官一一来调查，让国人能够相信，台湾的政治不可以这样子搞下去。韩国瑜讲要告吴祖嘉本人无得惊，自己的未婚生女还敢选总统啊，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例。吴祖嘉佫讲，伊讲韩国瑜的代志绝对不是干那风声尔。 新庄的王小姐的房子是韩市长拿钱买的，有一个高达数千万元的这个生活补助金啊，给这个王小姐嘛，她应该知道是从哪一方面把这个消息泄露出来的。 伊佫讲，希望韩国瑜赶紧去告，互检察官调出所有的人证甲物证，就会使知影讲伊讲的毋是假。